教育走精，形成老师分数爱拍互悬悬的自保乱象。台湾是一个多语言的社会，毋过因为无语言区隔，特殊华语过度向下分大。根据语言社会学调查报告证明，华语即马已经超过台湾语言社会的一半以上，造成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的生存威胁。现此时，本土语教育的分数是甲国语、英文才的主考绑做伙，拢归类伫语文类。表面上，本土语看起来袂输足重要，实际上，母语的上课时数一礼拜简单140分钟尔。囡仔母语程度哪有可能会偌好？加上台湾经过50冬的国语运动，伫台湾华语认捌程度甲使用率已经达到90%以上。特殊即马的家庭已经失去母语传承的功能，这无意识的忽略，按爸母甲囡仔沟通，拢讲华语，到阿公阿嬷严重的滑头症，互台湾的囡仔完全无学习母语的环境。简单考学校逐礼拜一节母语课，要甲母语学好，效果真正有限。毋过，台湾走精的教育体制，互多数的家长无要伊囡仔实际的能力，简单重视囡仔的成绩，甲分数看甲比啥物拢较重要，无知觉到母语就是生活，是属咱即块土地独有的文化。家长是大人，无负起母语传承的责任，却想要爱母语即科摕悬分。原因就是惊语文类的总平均分数会受到影响。所败，老师若分数拍了伤低，就会有家长来学校乱。旧来，学校嘛无想要得失家长惹麻烦，就形成分数爱拍互悬悬的自保乱象。教育的目的，毋就是要互囡仔有正确的观念甲态度。毋过，现此时，咱台湾走精的教育，就算学生科目完全袂晓，程度歹甲离谱，嘛是会使摕到悬分。即款乱象，间接教囡仔毋免拍拼，嘛会有好成绩。教育的目的，伫现今的社会，毋是互囡仔学着诚信、正实、努力和正面的态度，煞变成一种互人得到利益的工具。老师是被失败的教育绑票的人质。到底咱的教育是出啥物问题？分数对家长、学生来讲，是排名、学历、是钱、是含头，也是前途。面对分数至上的教育环境，侪老师为着自保，毋管学生学习态度偌差，程度偌歹，嘛是爱无奈甲分数拍互甜甜甜甜。